另外，最低工資委員會10月底會向政府提交報告，檢討28蚊嘅最低工資水平。泛民多個黨派要求最少要加到33蚊。最低工資不少於33，不少於33。工黨、民主黨、人民力量、民協、街工同新民主同盟6個立法會議員，連同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要求將最低工資調升到唔少過33蚊，維護打工仔尊嚴。一個人做1個鐘頭嘅一個工作嘅時間，竟然間唔能夠賺取一個飯盒嘅錢呢，我覺得係絕對侮辱嘅。最低工資委員會下個月底會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建議報告。有立法會議員話佢哋係由市民選出，代表民意。最低工資委員會應該將佢哋嘅檢討報告先交俾立法會研究，睇下有冇需要再作修訂，先至提交行政長官梁振英。無論你係提供游說又好，壓力又好，裏應外合。馮檢基又話會喺議會提出質詢同議案，向政府施壓。